棒球经典赛对南韩关系台湾敢有希望晋级八强？拍到运动赛，台湾以5-4赢南韩。中东两日战争，今日预计会有400多人回国，政府表示会掌握情势，全力协调包机载国人回来。3月底，川普甲习近平特别见面，川普敢会伫台湾议题让步来达成美中贸易协议，引起关注。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收看公视台台 AM 新闻，我是曹鑫。世界棒球经典赛，台湾拍赢南韩，刘玉成、戴宗德、菲尔柴德因3支红不让带动攻势，拍到第10局延长赛。台湾用第档的战术来推进，队长但极现信心有伤，不过也是上场带走，摕到关键的分数，就调领先。咱以5-4拍赢南韩，创下历史。继续来关心中东战术要来拍，行政院长杜英台表示，到3月初7已经有985个国人返来到台湾，也今仔日预计会阁有400多人坐阿联酋航空回国，也阿提哈德航空3月13才复飞。只要空域开放，航空公司复飞，整体安全，若有需要，政府会全力协调包机，协助国人倒转来。受中东战术影响，杜拜国际机场有侪架飞行机停伫机场内底。阿联酋航空初7架底站恢复，却是团出遭到无人机攻击。机场附近虽然真高白烟，互机场阁一度暂停运作。考虑中东战术情况，行政院长杜英台讲，政府会全力接上包机，甲民众接转来台湾。只要空域开放，航空公司复飞，而且情势安全。有需要，我们就全力早日来跟洽商启动包机，来安排国人回来的事情。杜英台讲，到初7已经有985名民众返来台湾，不过到底要有偌侪民众，也有啥物时阵返来台湾，也阁精算。初8有再有400多人坐阿联酋航空返来台湾。住伫杜拜台湾民众讲，尽管伊朗总统裴泽斯基安初7才向无差别攻击的中东邻国系失礼，不过暗时依然有无人机继续攻击，甚至有人互喙边攻到死亡。我自己个人的部分是，我会尽量少出门，然后囤货在家里。会不会取消我们不知道，但是目前是可以订。尽管订到机票，不过民众也只是希望讲班机卖互临时取消。外交部讲留伫当地，而且需要协助民众赶紧加固相关的管处联络。其中驻巴林代表处伫协助滞留民众撤离时，基于这个人道考虑，同时协助一名甲台湾民众斗阵行的中国籍人士来离开。外交部及相关的驻外管处持续因应近期中东多国领空仍然关闭的情势，并积极协助有意离境的国人以陆路的方式转往空域开放的邻国，搭乘商业航班返台。民安对中东国家返来台湾的要台湾童军总会进前到卡达参加世界童军活动学院，受到美国伊朗战术，加在伫驻外代表处协助下平安返来台湾。记者综合报道。好，即摆国际紧张，地区国际油价来大起，中油就罕见提早宣布讲对3月初9，也就是明仔载开始，汽油起1.5块，柴油起1.1块。若要加油的民众爱较紧去加，因为对初90点开始，国内油价即要起价啊。汽油部分，亲像95无用汽油，油价不过再是每公升28块9，而是每公升30块4。战争就是这样了，没有办法避免了，因为这毕竟是开车的成本啊。现在战争不结束的话，这个东西的话没有办法。对，可是我是觉得说政府应该要做一些调节啦。政府不是很有钱吗？受到中东战术情况，造成国际油价大起，也互市场传出讲国内油价可能会起2块，也是3块。中油讲，按照这个波动油价机制调整原则，汽油、柴油计数应该阁起5块4，也阁4块8。也阁政府考虑爱减慢这个油价起价，面对冲击民生的物价，进行稳定运营的做法。这礼拜国内油价调整幅度大约是5%，初9 0点开始，汽油起1.5块。92无盐汽油来到尾瓦，每公升29块；95无盐汽油每公升是30块4；98无盐汽油每公升是32块4；也那柴油是起1.1块，每公升是28块1。在短期啊，中油来吸收可能可以，但是长期啊，现在目前看起来是做不到的。那它的情况呢，就会造成中油的亏损会继续扩大。3月份的时候，或许我们还可以躲掉，但是呢，如果这个战争再持续下去，国际的油价再继续往上涨，恐怕就很难避免。我们的
CPI 年增率超过2%。行政院长杜英台讲，以这阵局势来看，起价幅度较大，国内已经启动双大道起价机制。会考虑国际经济甲财务结构，政府重点吸收。不过专家烦恼讲，大道起价机制恐惊加重中油财务的亏损，政府应另外找配套方法来应用。记者综合报道。美国甲以色列联合来拍伊朗，根据伊朗传出来的数据显示，当地的死亡人数已经超过1300人，黎巴嫩嘛有要300人来无命。即马中东的局势伫咧变化。西方国家拜6礼拜有袂少民众走上街头呼吁伊朗，莫阁生权，莫阁王权，支持当地民众来推翻政府，做家己的主人。也嘛有人反对美国甲以色列发动这场中东战争。美国加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可能会改变中东地缘，甚至是全世界局势。面对这个变化，西方国家伫拜六有真侪民众上街头发声。伫法国巴黎，伊朗全国反抗委员会发动的街头活动，要求推翻专制政权，也莫搁由王权取代，由伊朗的人民家己来推动改变。Destiny of Iran is in the hand of the Iranian people. It's not helping only the bombing from the sky. And you can't change the regime, tackle the regime only from the bombing. 相反，伫巴黎是有无同的声音，有支持攻打伊朗的民众，也着感谢川普，也阁互伊朗再一遍伟大的报条，因支持流亡在外王储巴勒维返来伊朗主政。另外，伫北美地区是有2种完全无同的意见。伫美国纽约加加拿大多伦多，真侪人也报条表示反战。叫美国总统川普莫阁卡伊朗停止武装以色列，也鼓摇人办庆祝活动，感谢美国甲以色列这边的军事行动。Today we need to show these people we don't accept like Israel and whatever they do in Iran. Well, right now we're really excited because finally, after 47 years of trying and not being able to get rid of the regime and Ayatollahs, we're finally able to do that. 伫德国柏林布兰登堡门头前，有真侪民众也领导因巴勒维王朝太阳西路的伊朗国旗，伫路的游行。Eine Freiheitskrieg, menschliche Hilfe an uns, genauso an Venezuela ist diese Hilfe gegeben worden, jetzt Iran und hoffen wir in Zukunft an Kuba. 甲海外热烈的气氛比起来，伊朗的首都德黑兰受到外部轰炸的惊吓，民众的心情真紧张，也讲希望战争赶紧结束。黎巴嫩贝鲁特是因为局势恶化，有30万人无家可归。就志工设援助站，替无家可归的民众提供食的，希望因为战争受影响的民众会当得到紧急的救济。公司新闻网络媒编辑。中国伫咧开2会，因为外交部长王毅搁再讲，台湾的主权是中国的。针对这件代志，咱外交部是大力来反驳。月底，川普甲习近平特别来见面，川普甲美伫台湾议题让步，就是为着要达成美中贸易协议。学者就分析啊，讲伫咧地缘政治，美国即马是真强势，应该袂摕台湾来交换。美国总统川普按算3月底访问北京，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见面。不过除了经贸问题，最近又阁有中东战争。中国外长王毅吹背伫年代记者会，并无明确讲传习会时间点，敢若讲爱有适合的环境，管控分歧，百度干了。今年确实是中美关系的大年。高层交往的议程已经摆在我们的桌面上，两国不打交道只会导致误解误判。对王毅讲的台湾主权议题，但国防部回应讲这是错误的讲法。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我们绝不允许任何人、任何势力把80多年前早已光复的台湾再次从中国分裂出去。自1980年代中期开始，台湾推动政治自由化与民主化，并在1996年完成首次的总统直选。到此，中华民国政府的中央行政与立法代表皆由台湾人民选出，成为有效统治并对外代表台湾的唯一合法政府。外交部希望北京当局停止误导国际社会，也莫阁一直拨人，或者是认为伫即马美中2强的国际局势，中国声音较细，美国应该袂为着传习会替台湾来做交换。中国在委内瑞拉跟伊朗问题上之所以说没有什么实质的动作，那主要是因为在这个南美洲跟中东，中国其实没有实质的军事的力量来让它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所以他顶多只能够说打嘴炮。美国本身其实在地缘政治上，它也是呈现一个相当强势的姿态，它不至于说会在地缘政治的面向上来向中国做什么样的一个让步。国防部初步发布的强军伫台海周边的动态，侦晓7台强舰，不过强机数却是0。中共军机这几年正接扰乱台湾，不过2月27到3月初6连续7天拢无出现伫台海周边。国防部讲会用任务机构甲华地飞弹系统严密监控。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关心世界棒球经典赛，台湾拍赢强敌南韩，咱的选手是欢喜甲流目屎。总教练詹和军感谢球员精彩的表演，这个表现也台湾队即卖是2胜2败，敢会当晋级8强，就要看明仔载韩国甲澳洲的比赛结果才会知影。赢球了实在真欢喜。孙怡蕊伫咧接受访问时阵，张玉成一直伫咧喊 brother。孙怡蕊接受访问时，经过张玉的时阵，也大声喊感谢校长。投球教练李月平甲牛棚教练王建平也看到笑容。感谢球员啊，感谢后厨，感谢教练。因为没有他们，就没有办法打这么精彩的比赛。赢韩国就是爽。拍到延长赛突破僵局，上面赢1分。生活投手郭林内容队长陈吉宪跳弹成功的投手张桥，拢激动加流目屎。在想什么是一个感动的比赛，所以我们做到了。当然会哭啊，因为第一场不顺，第2场也是这样被虐。我留下眼泪就第一个，我很感谢我的队友，那不管怎么样，然后球迷还是一直支持着我们，陪着我们。陈吉宪哪流目屎哪讲，延长赛上场大炮是教练的安排，为了要抢分用头去处理，你才想讲安尼伤危险。我也很开心自己在那个局面下没有什么顾虑，因为我如果用脚滑垒的话，我相信出局的机会比较大。上垒、倒垒得分投了好，守备好，变手的时阵，讲出赵正芬轰软的地中特工，这挂拢做甲正脚转，就是赢球的关键。最感动，我觉得这一场啊，真的是印象深刻。还有日本那一场。伫咧第8局顶半局攻出2分炮，和中华队逆转战局的费仔是讲，这是参加过上有趣味的比赛之一。这2日时间就甲队友培养感情，真特别。Will you represent Taiwan again? If Taiwan will have me, I would love to do it. 延长赛5-4来打败韩国，中华队是写下历史，因为这是中华队第一次在经典赛打败韩国。而4场比赛打完呢，取得2胜2败的战绩，到底能不能够挺进迈阿密的8强比赛呢？还得看9号韩国与澳洲比赛的结果才会知道。以上是公视记者林小慧、沈志明在东京巨蛋的采访报道。今日3月初8是妇女节，公民团体甲一个政党是做伙召开记者会，强调讲，行政院伫咧年初已经通过刑法修正草案来放令未成年性侵案的这个追诉期，对受害者20岁成年以后开始算，呼吁立法院要赶紧审议。关注女性平权，关注女性大声喊口号，希望政府会当实现修法做伙做，替幸存者修掉因的正义防线。利用300妇女节的机会，公民团体甲几路的政党作为开记者会，强调行政院年初已经通过刑法的修正草案，放定未成年性侵案件追诉期自被害人20岁了开始算，希望立法院赶紧审。问题它存在于校园，也存在于家内。我们经常看到来找我们的被害人，他们每每哭诉，痛不欲生。这个过程让我们感到非常的遗憾。因为宪法法庭已经伫咧3月初开2场性侵害追诉权事件案的无公开说明会，参加会议的团队希望宪法法庭会当进行公开的严肃辩论审理，跟社会大众对话。针对儿少性侵这样子的案件的追诉时效，我非常强烈而且很积极的建议，就是一定要快速的修法通过，
并且在释宪的部分还被害人一个公道。特别是像比利时，甚至取消了追溯期的这个限制，受害者常常需要到30岁、40岁，甚至更晚，才有办法把这样有这样的勇气跟资源，把他们遭遇过的创伤勇敢地说出来。对这边修法，法务部强调，是为了要解决以前离校性侵被害人唔敢或者是唔知安怎提告等问题。公民团体希望，除了法律层面以外，也应该邀请多元专家进行鉴定，最终方式进行，鼓励被害人勇敢站出来。记者综合报道。如果是假毒赛车，昨暗9点外，伫咧高雄有人驶伫小港中安路刷起洞头前2台奥多摆，造成1个人死亡。警察即马初步检判，即个赛车有假毒，也受害的家属是呼吁政府爱修正刑责，假毒赛车爱重罚。后壁这台车伫高雄小港区中安路驶正紧，连续去弄到头前2台奥多摆，弄个力量正大，奥多摆零件拢喷甲飞起来，附近的店拢惊到，赶紧报警。真大声啦！啊是看来救护车，讲啥真严重，拢注意啦。代志发生伫咧找7暗，不过找尾早起，伫路的涂骹还阁看到正明显的口痕。目击的民众讲，这台车敢若拢无打洞啊，先弄到第1台奥多摆，结果弄到第2台双载奥多摆，3个人拢受伤，甚至弄到的女性因为伤势严重当场死亡。赛车的驾驶酒测无酒精反应，不过毒品快胎是阳性。李姓女子伤势较重，经抢救无效宣告死亡。经警方对阳性男子实施酒精反应，无酒精反应，另毒驾快筛呈阳性。警方伫车顶找到2支毒品、伊托米酯混团，即马甲赛车的驾驶依照公共危险罪等罪嫌以上法办。最近常常发生假毒赛车的事件，死者家属希望司法还因一个公道。后续法官安怎讲，应该也还我们公道，一定要重判，因为这些行为欠可恶啊！你看那影片起诉很破百了。刚刚问那检察官说，顶多就是要重判10年，我觉得这个真的太离谱了。那你再还钱出来，那关多久？死亡的女技师迄当阵只是去徛街附近买宵夜，就互假毒赛车的人弄死，家属真无奈。希望政府爱注重假毒赛车的问题，也应该思考假毒赛车刑责是不是伤轻，才无法度减少这种代志发生。记者综合报道。也伫咧台北有一个80外岁阿桑，昨赛车经过北投一大路口，刷起动路边的电火条，又去弄到头前的车。也这台车呢，转向前启动停伫咧路边的奥多摆，加在是无人受伤。也这个引起事故的阿桑呢，是无食酒，哪会出车祸？警察也在厘清。驶过一半车，向冲向林行道，甲顶条弄歹去，煞来个弄到小客车，造成小客车冲向头前，弄到路边停车计程车。这个交通事故确实发生伫台北北投，开车80外岁妇人惊到要死，验过酒测台是0，警方到现场处理，加在是无人受伤。本分局警力迅速到场处置，双方驾驶酒测值均为0，车架级均正常，肇事原因厘清中。有去年新北3件发生，坐回人无驾照赛车去弄到人，造成3人死亡、12人受伤的悲剧。也来北投这个事故，也因为坐回人赛车造成事故，引发注意。警方调查了发现，妇人人违照规定完成坐回人换照，所以驾照无问题。公民团体建议坐回人加坐大众运输，看卖家己赛车。台北市的长者其实，我们的大众运输工具是蛮方便的。有这样的一个事件发生，我是建议长者可以改搭大众运输工具，让各方都比较友善的做法，其实不一定是说让这些人不要上路或者什么的，就是透过一些方法，然后去降低可能的伤亡概率，或者是说把整个交通环境变成说大家都可以使用，这个才是比较大的一个重点。交通部也公告，对5月开始，换驾照年岁对75岁降到70岁，有加大约128万名的老大人必须换驾照，并且鼓励老大人主动加这个驾照。高等期提供公共运输坐车优惠。乐观团体认为，为了防止过路人伤亡，政府应该对着人行所在进行防护的改善，也是加强，也要降低可能的性命危害。记者综合报道。
看到台中北屯昨半暝有一个查甫人夜军甲狗仔讲，也今仔半暝呢，佮哪像要摕粉甲狗仔烫。民众是随通报党方处甲警察做伙赶到现场，当场是抓到这个涉嫌虐待狗仔的主人。也目前呢，党方处已经认定这个主人违反动物保护法，会罚15000以上75000以下的罚金。这个查甫人手拿一支茶箍，一直拍这只乌狗的头甲身体，至少甲伊拍10几个。这只狗干干叫，暗暝中听甲真凄惨。有民众发现甲伊翕起来，有人过去甲伊扣扛。因为我是跟他说，他还小了，不用打他了。他就说他5个月就答非所问。这是我们在楼上有听到小狗在叫啊，所以我们也不知道怎么一回事，是有动保处人来问我们有没有认识。敢若是虐待狗的情形是发生伫咧初7到早1点，台北市东方处接到通报，派人到现场看，派人到现场调路口的监视器，验过追查到路口就找无人。本来已经请警方协助调附近路口的监视器继续追查，验过初8透早1点外，东方处阁接到民众通报。涉嫌虐待狗的查甫人，佫牵共一只狗到共一个所在，要甲虐待。有做事想要拿烟烫狗，那有接获通报，先请警方到场。那我们后续派员到现场，会同警方处理。那目前那个犬只目测没有明显的外伤，精神体态尚可。但是为了保全证据以及确保动物的安全，我们现场已扣留犬只。民众共款甲规个过程拢翕起来，东方处讲，这只乌狗差不多过6个月，个性较活泼，主人可能唔知安怎教。所以若认定主人有虐待、伤害这只乌狗，将会依照违反动物保护法，罚新台币15000以上75000以下。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明仔载的天气。北部地区16度至19度，中部地区15度至24度，南部地区15度至27度，南部这边17度至24度。外岛地区11度至20度，还有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日的新闻，所以等下请继续收看台湾技术报，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再会。